再来看宜兰的南洋溪口，最近有一寡钓鱼的民众走入去政府公告的海影生态区，佮架车停伫离鸟仔树正近的所在。伫个做生态调查的人员因实在是看袂落去，所以嘛呼吁讲，县政府应该着爱加强执法。海影出来加着抓来鱼、饲幼鸟仔，爸母也搁会互相交班照顾幼鸟仔，为人真温馨。南溪口是宜兰海影族群分布数量上侪地区，严格来到县市区，调查海影生态的调查员发现，被捉钓客违法弄入去。你好，是这样子，我人在那个南洋溪口南岸的小燕鸥管制区的旁边，就有2位钓客，他闯进去管制区里面。生态调查员看到钓客直接开车伫县市区内底乱弄，真生气，就惊破坏海影的鸟兽，随同步管护派员来处理。你干两弄破嘛是同款，有罚则。生态调查员向钓客说明，只要开车弄入县市区，就算破坏鸟卵也有罚则。因发现有一寡钓客的车痕离鸟兽只有40公分，严重危害海影的生存。那我是希望说，可不可以在执行面上更严格一点，就是还是不要通融有任何的车辆或是人再进去。海影大约4月来至9月离开台湾的热天行鸟啊，保证防地位立即保育类鸟类。经过调查员调查，顶礼拜南洋溪口4块位有60艘的海影鸟兽，有计后礼拜数量会翻倍。最近是翻市的关键时期，希望公部门会当加强执法，让海影会当顺利生态。都会跟在地的一些相关的 NGO 团体跟社区合作，进行联合的巡护。官府讲，有甲在地的相关团体同齐无定期巡护海影，只要发现违法，就会开罚。像违法动力县市区伤害到海影，搁查证属实，恐惊涉及刑事责任，罚金上悬，会当罚到1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